Hello，各位好。咁到咗呢個2026年嘅3月29號嘅金字壇，有我祖利安。咁今日咧，我哋都係將會繼續去講講呢個中東局勢發展啦。咁咧，大家記得咧就訂閱呢金字壇嘅 YouTube 頻道。咁啊，亦都多多支持我嘅 Patreon 啦嚇。咁踴躍分享連結同埋留言。咁你哋每一分嘅支持咧，都將會係我繼續努力嘅動力嚟嘅。咁啊，2026年3月25號至到3月29號咧，中東局勢持續高度緊張。咁伊朗就報復性攻擊啦，以及佢哋對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咧，仍然都係目前全球嘅焦點。咁3月25號，伊朗正式拒絕美國提出嘅15點嘅停火方案，就反而提出自己嘅5項嘅條件。咁當中咧就包括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承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嘅主權嘅行使權啦，以及全面停止對伊朗以及其盟友嘅攻擊。咁不過同一時期咧，就伊朗繼續對海灣國家發動零星導彈以及無人機嘅襲擊，目標咧就涵蓋沙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以及阿聯酋嘅能源設施、港口以及呢個軍事嘅地點。咁3月26號至27號咧，咁伊朗發動多重嘅攻擊，即係例如對阿聯酋發射呢個導彈、彈道導彈以及呢個無人機啦嚇。咁阿聯酋國防部咧報告就成功攔截大部分，咁但係啲碎片咧就跌咗，都依然係跌咗落阿聯酋嗰度啦。咁啊導致呢個工業區起火以及人員嘅傷亡。咁伊朗亦都對科威特嘅造成呢個港口嘅設施嘅損壞。對巴林以及沙地阿拉伯嘅攻擊咧，就好彩被當地嘅防空系統咧成功攔截。咁好老實講，即係我最初睇到呢個嘅時候，我都拗爛頭，我都唔知點解嚇。咦咁你伊朗你唔係嚇唔係 suppose 係淨係同美國以色列有仇嘅咩？咁點解會揦埋其他嘅咩阿聯酋啊、成啊嗰啲咁樣嘅咧？點解咧？咁即係可能又係卡包想推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做法啦嚇，唔知道。咁我哋即管 recap 翻睇翻即近日發生啲咩事先。咁伊朗革命衛隊同時宣布阻止多艘前往美國、以色列或者其盟友嘅貨船就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部分中國貨船咧亦都被迫轉向。國際航運嚴重受阻，即係好多已經兜路啊，已經兜咗去即係南非嗰條路線啦。咁就即係去歐洲咁樣啦嚇。咁啊，全球嘅油價與供應鏈嘅壓力咧持續上升。咁直至到呢個3月28號至29號啦，伊朗攻擊嘅強度咧雖然未係最犀利，咁但係咧維持響呢個不對稱壓力，咁就即係包括針對阿聯酋以及其他嘅海灣國家嘅攻擊啊，呢個真係有啲無厘頭嘅真係。咁阿聯酋國防部持續公布攔截嘅數據啦，咁累計處理嘅數百枚嘅彈道導彈咧，以及呢個上千架嘅無人機，即係佢哋自己單係阿聯酋都搞掂咗咁多嘅伊朗嘅攻擊啊！咁傷亡嘅數字就維持響至少11死，近180傷。咁海灣國家不斷被伊朗攻擊咧，咁於是咧就佢哋就整體嘅就即係自己加強呢個整體上邊嘅自衛嘅協調啦。咁呢個廢到唔廢唔執，即係廢到唔廢唔執柒咗佢都冇撚用嘅呢個聯合國嘅安全理事會咧，就繼續討論啦嚇。咁討論呢個巴林提出嘅決議草案。咁咧就考慮嚇，仲係考慮緊，考慮授權使用必要嘅手段去保障海峽嘅航行自由。即係呢件事都拖咗咁耐啦，即係全世界都冇有用咗咁耐啦，尤其是中共啦，冇有用咗咁耐啦。咁你而家先至討論考慮，咁係咪好廢咧？大家覺得聯合國係咪真係即係有存在嘅必要咧？大家應該認真諗下。咁而另一方面咧，真係做實事嘅，咁美國嘅中央司令部嘅報告咧，就已經
即係中央司令部咧就已經報告打擊咗呢個伊朗超過1萬個嘅呢個軍事目標。咁同時都向中東增派咗幾千名嘅海軍陸戰隊，以及82空降師部隊啊。咁82空降師呢個 82nd Airborne Division 咧，咁咧係美國陸軍最著名嘅精鋭部隊之一，係美國主要嘅快速反應部隊以及全球強制進入部隊。咁即係話美軍啦嚇，其實已經隨時準備好進入伊朗噶啦。即係如果你唔係諗住入伊朗的話，你點會用空降師啊？係咪先？即係就咁普通機場落機搭車去咁都得啦，係咪？咁點解要喺個即係要跳傘入去咧？咁梗係要準備入伊朗咁先至咁做啦。好啦，咁伊朗雖然同意俾部分嘅人道援助以及農業船隻咧通過海峽，咁但係咧對美國以及其盟友船隻嘅封鎖嘅態度咧就尚未軟化，咁整體嘅局勢咧仲係處於呢個邊打邊傾嘅一個嘅好危險嘅平衡，咁因此就即係任何嘅誤判咧都可能會引發進一步嘅局勢嘅升級嘅。咁喺上述嘅情況之下咧，阿聯酋對事件嘅態度咧出現明顯嘅轉變啦，即係無端端唔關佢事嘅，俾人就俾人炸到撲街。咁從過去數年嘅表面嘅外交平衡，就阿聯酋就走向一個更為即係強硬嘅一個自衛嘅立場。咁阿聯酋嘅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呢個 Mohammed bin Zayed 咁簡稱佢 MBC 啦。咁就喺3月7號前後咧，其實咧佢已經首次公開表示公開發表呢個強硬嘅言論㗎啦。咁佢就喺醫院探望伊朗攻擊中受傷嘅民眾嘅時候咧，就表示佢話國家正在處於呢個戰爭時期，咁但係整體都尚算安好。咁就並且警告敵人，即係伊朗，唔好被阿聯酋繁榮嘅外表所欺騙。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阿聯酋並非嘆慣懶慣咁意思啦，大概嚇。咁就話阿聯酋就有呢個厚嘅皮同埋苦嘅肉，就並非容易嘅獵物。咁啊，對 The UAE has thick skin and bitter flesh, and we are no easy prey。咁啊強調阿聯酋咧就將會從危機當中咧更強大地走出來嘅。呢番説話咧就被視為阿聯酋高層針對伊朗嘅罕見嘅直接嘅表態，咁反映出過去7年對伊朗嘅累積嘅忍耐同埋怨恨咧咁其實已經達到咗極限㗎啦。即係大家就唔好以為即係伊朗又係應該穆斯林啦咁阿聯酋應該都係穆斯林啦，應該係兄弟國啦，咁係咪真係咁樣？唔係嘅，其實。咁自從2026年2月28號美國以色列盟軍對呢個伊朗發動攻擊之後咧，咁伊朗隨即就展開咗報復行動啦，一連串啦咁但係就呢個城門失火就殃及池魚。咁阿聯酋無端就成為呢個受影響最嚴重嘅海灣國家之一。咁根據阿聯酋國防部嘅官方通報咧，就直至到3月底咧，佢哋嘅防空系統就已經成功攔截數百枚嘅彈道導彈、10多枚嘅巡航導彈，以及成千架嘅無人機。咁傷亡方面，官方記錄咧就至少有11人嘅死亡，當中包括3名嘅軍人啦咁同埋178人受傷。咁多數都係外籍嘅勞工啦，或者係軍事相關嘅人員。阿聯酋國防部一再強調，所有嘅操作咧都係即係最 professional 嘅、最專業性嘅效率同埋最勁嘅卓越表現之下完成。咁就話阿聯酋全國已經準備好咧，並且願意去對抗任何嘅威脅。咁阿聯酋外交部亦都同時多次重申，擁有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嘅自衛權，有權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保護主權、國家安全以及公民。咁阿聯酋嘅外交部長呢個 Abdullah bin Zayed 咧，就強烈譴責伊朗嘅無故恐怖襲擊，並且表示永遠不會被恐怖分子勒索。
咁阿聯酋嘅總統外交顧問呢個叫 Anwar Gargash 咧，亦都呼籲國際社會尋求超越停火嘅長期解決方案，包括壓制呢個伊朗嘅導彈以及無人機嘅能力、核計劃以及對海峽嘅霸凌行為。阿聯酋同時亦都澄清自身呢就並非戰爭嘅一方，咁就從未允許領土就用於攻擊伊朗，即係之前啦。咁但係強調咧就不會響主權問題上邊咧就退讓。咁呢種強硬嘅轉變嘅背景咧，其實源於阿聯酋其實忍咗伊朗7年㗎啦，而昨日阿聯酋已經嬲到即時係取消咗好多伊朗人嘅居留嘅簽證嗰啲 visa 啦嚇，咁啊導致唔少就響阿聯酋係有居留權嘅伊朗僑民咧就被困外國，無法返回阿聯酋。咁其實過去數年咧，伊朗透過代理人甚至更直接嘅威脅嘅方式咧，不斷針對其他海灣國家嘅能源設施、郵輪、港口等等去發動攻擊㗎啦，已經。咁阿聯酋曾經試圖透過外交途徑，即係至少去維持啲表面嘅和平啦。咁啊包括即係支持由中國斡旋嘅呢個所謂沙地阿拉伯伊朗嘅復交。咁不過近期伊朗公布嘅報復地圖咧，就竟然直接標記咗阿聯酋境內嘅發電廠啦、石油設施等等嘅關鍵目標。咁加上近日伊朗嘅導彈嘅碎片就跌咗落去阿聯酋嘅境內咧，咁啊導致軍民傷亡。咁因此徹底激嬲咗阿聯酋嘅高層。阿聯酋稱自身遭受攻擊嘅次數咧，其實遠多於其他嘅中東國家，累計有成2000次之多。而喺軍事行動嘅層面咧，阿聯酋重點並非主動去組織建立攻擊性嘅聯軍，而係積極推動防禦與護航合作。咁現時咧，阿聯酋正在努力擴大呢個叫做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部隊。呢個 Hormuz Security Force， 咁咧就呢支部隊咧係一支多國嘅海上部隊啦嚇，咁目標係保護霍爾木茲海峽嘅航行自由啦，為商船去護航啦，同埋對抗伊朗嘅攻擊以及封鎖嘅。咁阿聯酋已經告知美國以及西方嘅盟友咧，表示願意派遣佢哋自己嘅現代化海軍嗱。阿聯酋嘅海軍咧規模雖然唔係好大，但係勝在夠先進，有錢啊嘛，即係精兵咧簡單啲嚟講。咁並且游說數十個國家咧去參與嘅。咁暫時就即係有巴林去公開表示公開支持啦嚇。咁不過其他嘅海灣國家咧，即係例如沙地阿拉伯嘅態度咧就審慎啲啲嘅，暫時就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海灣合作理事會咧就已經發表聯合聲明㗎啦，咁就強調所有嘅成員國嘅安全係不可分割嘅。咁針對任何嘅成員國嘅任何嘅攻擊咧，都會被視為對全體嘅攻擊，即係你喐佢一件就等於喐佢一群。咁阿聯酋、科威特啦、巴林啦、沙地阿拉伯啦、卡塔爾以及約旦嘅6國嘅聯合聲明咧，就更加明確地譴責伊朗嘅公然犯罪攻擊，重申集體自衛權，並且準備採取必要嘅措施去保護穩定。而其他非中東國家方面咧，亦都已經有大約22個國家咧去發表咗聯合聲明啦，咁啊譴責伊朗對海峽嘅干擾。咁即係做樣都要啦嚇，咁當中包括英國啊、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荷蘭、日本等國。咁日本就嗌救命就應該嘅，就即係佢哋嗰個石油就主要都係靠霍爾木茲海峽去運過去啦嚇，即係有九成都係噶，8、9成都係噶啦。咁所以佢即係嗌救命就梗嘅。咁呢個國際海事組織理事會咧，亦都響阿聯酋提案之下咧，以超過115國共同贊成嘅歷史性規模咧，強烈譴責伊朗嘅攻擊以及封鎖行為，呼籲恢復航行自由。咁最重要嘅係咧，阿聯酋亦都同時咧
即係之前就話啊，我唔係戰爭嘅一方嗱，我從來冇資助過呢個戰爭㗎，冇幫過任何一邊㗎。咁但係而家咧最重要嘅係咩嘢咧？就係阿聯酋而家咧係允許咗美軍咧使用佢哋嘅境內嘅基地，提供後勤以及情報支援，並且同美國咧討論下一步軍事上邊嘅協調。咁即係點啊？即係我唔喐手揼柒你，咁但係咧，即係美國要揼你嘅時候，我就為美國去提供支持，所有用得着我嘅，我都會做，咁即係咁嘅意思啦嚇。咁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部隊響阿聯酋以及巴林嘅帶領之下咧，真正獲得更多中東國家，例如係沙地阿拉伯啊、科威特啊、卡塔爾啊、阿曼等嘅實質嘅承諾。即係真係加入的話咧，即係例如去派遣海軍艦艇啊，提供後勤基地啊，共享情報或者係聯合巡邏的話咧，咁局勢咧就可能會出現幾個層面嘅發展嘅。咁即係分短期、中期、長期咁講啦嚇。咁短期內咧，咁即係雖然就即係未必會咁快成氣候。咁但係咧，佢哋嘅力量嘅規模同埋可靠度咧就會大幅提升啦，因為即係大家都有共同嘅敵人，有共同嘅威脅，係咪？咁啊，能夠更加有效地護航商船啦，幫手可以清除嗰帶嘅海域嘅水雷啦，咁應對伊朗嘅無人機，咁同埋以及快艇嘅騷擾啦，咁從而咧逐漸去恢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嗰啲貨運嘅流量啦。去緩解全球呢個能源價格嘅壓力，以及供應鏈中斷。咁呢個即係喂，如果我係中共的話，我都要支持呢件事啦，唔係冇有用嘅，因為上集講過㗎。咁啊，即係當然就唔係淨係影響中共咁簡單啦，即係全球航運咁，即係歐洲呢邊都已經有啲模型發燒友啊，即係中意砌高達嗰啲啊，咁都有好緊張，就話啊，咁打仗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因此啲模型會貴咗好多啊？咁即係一模型就本身係膠做㗎啦，就會用到好多即係可能係石油嘅產品啦嚇。咁同埋就即係你貨運咁，你都要燃料啊要成㗎嘛，要安全運到嚟㗎嘛。嗰個即係你個代價好高昂，咁大家都好擔心。Anyway 啦嚇，咁海灣國家嘅內部嘅協調咧，亦都會強化啦嚇。咁海合會呢個即係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咧，框架下嘅集體防禦意識咧，可能會從之前嘅口頭聲明啦嚇，咁啊轉向咧更加實際嘅軍事嘅整合，咁就令到伊朗嘅海峽霸凌咧成本咧就明顯上升。咁中期而言咧，就將會有更加多嘅海灣國家就加入呢個將會改變整個地區嘅權力平衡嘅一個組織啦嚇。咁沙地阿拉伯若果積極參與的話咧，咁佢哋個規模比較龐大嘅海軍以及空軍嘅資源咧，就能夠提供更強嘅空中掩護以及後勤嘅支援，令到任務從單純防禦護航咧，就可以變成逐步具有限嘅震懾嘅能力嘅。即係例如對伊朗近岸嘅威脅咧，去進行呢個精準嘅反擊或者回應。咁樣的話咧，就可能迫使到伊朗就響攻擊嘅強度上邊咧就有所收斂啦。尤其是如果聯合國決議提供合法性的話，即係俾你攞正牌去做的話咧，咁伊朗嘅代理人行動即係透過旗下恐怖分子去發動襲擊啊，或者喺個海域嗰度佈設水雷等等咧，就將會面臨更多嘅國際壓力，即係簡單嚟講，俾全球人屌到撲街嘅一定係。而另一方面咧，海灣國家嘅經濟咧都依賴海峽嘅共同利益，因此雖然未必會直接對伊朗發動攻擊，但係有可能會幫件事繼續去升級嘅。咁長遠嚟講咧，如果海灣國家之間嘅承諾穩固而且持續的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霍爾木茲安全部隊咧，就可能會慢慢演變成為海灣地區一個常駐嘅一個嘅海上嘅安全嘅機制啦。
咁就類似過去國際反海盜行動嘅模式啦，即係索馬里嗰邊啦嚇。咁甚至乎為更廣泛嘅區域安全嘅架構咧去奠基嘅。咁海灣國家從被動嘅受害者轉為主動力量塑造者的話咧，自然能夠提升佢哋喺國際舞台上邊嘅話語權啦，即係講嘢都有實力啲啦嚇，因為你有做過嘢啊嘛。咁同時亦都降低對對外國嘅大嘅依賴啦，即係例如係美國啦嚇。咁不過咧，呢個做法嘅挑戰性咧都唔少嘅。咁因為即係始終後勤啊，你個指揮能唔能夠有一個統一性啊，即係以及呢個交戰規則嘅協調咧，咁搞起上嚟其實都真係要時間嘅。咁因此咧，初期效能咧可能有限啦。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唔會下令出動地面部隊去進入伊朗本土咧，就成為當前局勢中最受注視嘅事。咁截至2026年嘅3月底咧，特朗普總統公開表示佢並冇計劃將美軍地面部隊投入伊朗，並且多次強調大概唔使㗎啦，咁 probably don't need them。咁同時咧就宣稱呢個戰事咧就遠超乎預期嘅進度，咁就話對伊朗所發動嘅空襲咧，其實已經成功摧毀咗伊朗超過1萬個嘅軍事目標。不過咧，特朗普總統亦從未完全排除如果有必要就會派出地面部隊嘅呢個可能性。並且私下咧就對顧問啦以及共和黨嘅人士咧表達對有限地面行動嘅興趣。咁白宮以及美國戰爭部正考慮向中東增派至少1萬名嘅額外作戰人員，包括82空降師嘅數千名傘兵，以及多個海軍陸戰隊嘅遠征部隊。咁出得82空降師同埋呢個海軍陸戰隊的話咧，咁即係預咗踩入去伊朗噶啦。咁不過就算係咁咧，整個軍事規劃嘅重點咧，似乎都仲係集中響呢個有限度嘅地面行動，而並非全面入侵。咁即係例如可能係奪取或者封鎖伊朗嘅關鍵石油出口樞紐 Kark Island。咁呢個島嶼咧，肩負伊朗大約90%嘅原油出口嘅重任。成功奪取或者封鎖的話咧，就可以迫使伊朗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不過呢類行動咧就需要兩棲登陸、海空掩護以及快速撤離。咁即係迅雷不及掩耳式嘅 hit and run。咁風險相對地高嘅。咁因為伊朗已經威脅，若果佢哋嘅海岸或者島嶼遭受到入侵的話咧，就將會響整個波斯灣佈設水雷，就並且以呢個不對稱嘅手段咧，即係例如導彈啊、無人機啊、代理人等咧嘅方式咧去回擊啦嚇。咁今次美伊戰爭咧，美軍肯定就會將啲新玩具咧就帶上戰場噶啦。咁今次佢哋史無前例咧就用上咗呢一款無人神風式嘅快艇啦嚇。咁呢啲無人駕駛嘅快艇咧就被稱之為 Global Autonomous Reconnaissance Craft， 即係呢個叫做GARC 咧簡稱，或者叫 GARC 啦嚇。咁就由呢個馬里蘭州 Black Sea 公司咧去建造嘅。咁主要用於海上巡邏、監視以及情報收集。咁佢哋具備高速嘅特性，並且可以用作神風式嘅攻擊，呢個 Kamikaze Strikes。咁即係好似以前日本第2次世界大戰嗰啲神風敢死隊咁樣啊，即係自殺式攻擊啊。咁如果將美國海軍嘅 GARC 用作攻擊用途，亦即係搭載爆炸物去進行神風式自殺撞擊的話咧，咁佢哋犀利之處咧就係在於，即係成件事係結合咗現代科技同埋不對稱戰術嘅多重優勢啦嚇。咁能夠響不犧牲任何人員嘅情況之下咧，對敵方嘅艦艇或者港口設施造成有效嘅打擊。
咁首先咧，呢啲無人快艇咧最大嘅優勢咧，當然就係在於完全無人駕駛啦。咁因此執行高風險嘅自殺式攻擊任務嘅時候咧，美軍並不需要冒上任何士兵嘅生命危險嘅。咁樣唔單止大幅降低人員嘅傷亡，亦都減少咗政治與道德上邊嘅壓力，亦都可以容許指揮官能夠更果斷地使用佢哋去執行危險嘅任務。其次，加嘅速度咧，亦都相當之驚人嘅，最高嘅時速咧可以超過40節，即係約每小時74公里。機動性極之良好，能夠響波斯灣等等狹窄或者複雜嘅海域咧，快速去接近目標，並且喺敵方嘅防禦火力之下進行閃避或者發動突襲，大大縮短對手嘅反應時間。再者，佢體積小巧，艇身只不過係大約5米長嘅啫，外形就呈低矮角度設計，能夠貼近水面航行。傳統雷達就較難偵測，尤其係響夜間以及惡劣嘅天氣之下，就更加容易達到突破敵方防線嘅效果。搭載嘅能力咧，亦都相當之可觀嘅。可以裝載高達約450公斤嘅爆炸物，咁只需要一次嘅撞擊咧，就能夠對中小型嘅船隻或者岸上邊嘅設施咧造成嚴重嘅損害，咁啊非常之抵玩嘅。咁除此以外咧，加嘅操作方式咧，亦都相當之靈活嘅。佢既可以透過人手遙遠控制啦，亦都能夠可以轉為呢個人工智能進行完全嘅自主航行，即係全自動嘅咯。甚至乎連同其他嘅無人系統協同作戰，即係用 AI 去管個隊形啊，即係指揮啊咁嘅樣。咁呢種嘅特性咧，令到佢哋特別適合採用一個叫做群抽嘅戰術，呢個 swarming 即係一窩蜂湧上去攻擊嘅一個嘅戰術。咁一次出動多手，從不同方向同時逼近，輕易飽和敵方嘅防禦系統，增加整體攻擊嘅成功率。咁最重要嘅係加嘅成本咧係相對低廉嘅，可以被視為一種可消耗嘅資產。咁即使喺戰爭中被擊毀咧，損失亦都遠低於一艘有人嘅艦艇或者昂貴嘅導彈。咁美軍能夠好快速地去大量生產加，並且一路去補充嘅時候咧，咁就能夠持續對敵方咧施加壓力。咁呢個正正就係現代海戰趨勢嘅一個新嘅體現啦嚇，咁就係用廉價嘅無人系統去消耗對手嘅資源以及防禦能力。咁根據美國戰爭部發言人 Tim Hawkins 嘅講法咧，呢啲加無人艇咧，其實已經喺今次嘅 Operation Epic Fury 行動當中咧，累積超過450小時嘅航行時間，以及超過2200海里嘅航程，用以支援針對伊朗嘅海上行動，標誌住無人水面載具響現代海戰中嘅新應用。咁美國國務卿 Marco Rubio 咧表示，美國嘅目標可望於幾個禮拜內，而並非幾個月內達成嘅。咁而且無需地面部隊都可以實現。咁不過同時亦都承認部署部隊係為咗應對突發嘅情況。咁如果特朗普總統最終下令開綠燈去俾呢個有限嘅地面行動，即係例如精準地去奪取 Krak Island 或者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岸嘅設施，並且擴大同埋之前提過嘅以阿聯酋為首嘅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部隊去結合的話咧，咁樣海灣、阿聯酋以及沙地阿拉伯等國家嘅角色咧，就將會更為關鍵啦。佢哋可以提供後勤基地啦，就好似阿聯酋頭先咁樣提供後勤基地啦、情報共享啦，咁甚至乎有限嘅海空支援，咁強化多國聯盟嘅合法性以及效能啦，從而降低美國單獨行動嘅政治以及軍事成本。
而響寫好嗰幾個小時之前咧，咁大約有3500名嘅美國海軍陸戰隊嘅隊員啦，同埋其他嘅水兵啦，咁啊已經乘搭呢個的黎波里號兩棲突擊艦，並且已經抵達呢個中東嘅地區㗎啦。咁去增強美軍向當地嘅兩棲與空中打擊嘅能力，被視為美國戰爭部為可能延長地面或者後續嘅行動咧，去作出準備嘅。咁中東嘅局勢變化迅速，亦都同全世界嘅經濟命脈以及最終大家嘅生活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建議大家持續咧關注呢個美國以及中東各國嘅國防部啦，同埋外交部啦嘅官方嘅更新啦。可以關注一下，可以留意一下呢個美國中央司令部嘅呢一啲嘅軍事通報啦，同埋當然留意下我哋金字壇嘅節目啦，咁就可以去掌握即係最新嘅動態。咁昨日咧，我就去過呢個修咸頓呢個一個叫做修仔香港文化市集，咁同過好多好出色嘅香港人咧喺嗰度傾過偈啦嚇，咁啊亦都做咗一啲簡單嘅訪問。咁我會盡快剪輯好，然之後下一集節目咧就同各位壇友分享㗎啦。咁今集咧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每集完結之前咧，我哋都讀一讀呢個金字壇嘅4訓啦嚇。絕不能向絕望屈服，當所有希望似乎失去之時，要成為眾人嘅希望，保護弱小，對殘暴者行大慈悲。只要心中光明不滅，黑暗絕不會勝利。好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啦嚇。咁可以用咩方法去支持我呢個頻道嘅呢？咁可以即係首先就係你可以加入我嘅 Patreon 啦。咁Buy Me a Coffee 啦，咁嗰啲連結咧都喺節目下邊嗰度，即係嗰個描述嗰部分咧，已經寫晒出嚟㗎啦。咁如果一炮過的話咧，咁可以 Wise 啊 PayPal 都得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我都宅地喎呢期，咁可以點樣幫忙咧？咁你哋可以按讚啦，最基本㗎啦，呢個係咪？咁亦都可以踴躍留言啦，同埋最好嗰個做法咧，就係如果你哋能夠將我呢個頻道嘅節目啦嚇，咁啊去分享俾其他嘅討論區啦、其他嘅平台啦，或者係即係如果你哋有親戚朋友係響其他國家嘅，響英國嘅、響美國嘅、響澳洲嘅咁你咪 forward 俾佢哋咯 ，send 俾佢哋咯，係咪？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對香港嘅，你可能就有啲即係我講開中共啊、講共產黨嗰啲，你可能驚啫，係咪先？咁如果係 send 俾海外嘅朋友嘅時候咧，就應該冇問題啦，係咪？好啦，咁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多謝各位收睇支持，拜拜。